本影片將示範如何透過稅務代表網站填報個別人士報稅表的薪俸稅部分。受僱資料，在此頁面，請輸入你的客戶的所有入息資料，例如僱主名稱、受僱職位、受僱期間和入息款額。如果客戶是領取退休金的人士，請輸入退休金資料。你可以點擊更多受僱工作按鈕以填寫更多受僱工作的資料。為方便你填報，部分受僱資料已根據本局的記錄替你的客戶預填。這是否包括本年度入息款額，需視乎僱主填報僱員薪酬報稅表的提交時間。請核對有關資料，並作出適當修改。請注意，你有責任確保所有填報的資料正確無誤，並無遺漏。如你曾經更改任何預填的入息款額，請考慮按頁面底部的補充按鈕把原因填在報稅表的補充資料欄內。如你曾經暫存過報稅表，你會在頁面頂部看到更新預填受僱資料按鈕。在點擊更新預填受僱資料按鈕後，會彈出提示訊息。確認後，你的客戶在受僱資料這部分的資料將會被刪除，並根據本局的記錄更新。這項更新將同時刪除於受僱資料、入息、申請將整筆款項撥回有關期間計算及由僱主所提供的居所等部分所輸入的資料。入息，如你的客戶的累計總入息包括來自股份認購權的收益、整筆款項或佣金入息，請在此頁輸入有關款額。另外，請說明客戶是否有就香港的受僱工作或提供服務從非香港公司獲取入息，或客戶的僱主是否為他或他繳付薪俸稅。如你的客戶希望申請將整筆款項撥回有關期間計算，你可以在申請將整筆款項撥回有關期間計算問題中選擇是並輸入所需資料。如你的客戶希望申請全部或部分入息豁免徵稅，你可以在申請全部或部分入息豁免徵稅問題中選擇是並輸入所需資料。如你的客戶獲得僱主或相聯法團提供居所，你可以在你獲得僱主或相聯法團提供居所問題中選擇是並輸入所需資料。你可以點擊更多居所按鈕以填寫更多居所的資料。申請扣除，你可以在此頁面填寫有關支出和開支，就訂明課程所支付的個人進修開支，或指明的教育提供者或協會主辦的考試所支付的考試費，認可慈善捐款和以僱員身份付給認可退休計劃的強制性供款的詳細資料和款額。如你的客戶曾通過電子服務預填在個別人士報稅表下申索扣除的記錄，保存過申請扣除記錄，有關資料將在此預填。你可點擊在頁面頂部的查看申索扣除的記錄按鈕以查看記錄。請點擊相關申請扣除項目下方的更新至申索扣除的記錄按鈕，以更新該申請扣除記錄。如你的客戶是已婚人士，並希望與配偶選擇合併評稅，請在合併方式評定薪俸稅的部分選擇是